也罢，这圣心呀最难测，如何邀得圣宠，这只能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唉，只可惜老夫没有女儿。若是老夫有一个像你这般机灵的女儿，那就好了。依父在上，干女儿给您磕头了。你，老夫不过是随口一说，你怎么就认起干亲来了呢？你，哎呀，我说你这个丫头啊，你可真会顺着杆往上爬呀！好，老夫就认了你这个干女儿。快起来吧。哎，谢义父。对了，义父有件事情必须要提醒你，我们这门干亲只能私下里认。等你进了宫以后，千万不能让其他人知道。若是皇上知道了你是老夫安排的人，那对你对老夫都不会是好事情。义父您放心吧，女儿我呀不会乱说话的。你真是长了个七窍玲珑心呐！好，既然你认老夫做了义父，那作为义父就得有所表示。义父送你一件礼物。